但要講得出做得到。我有信心我會做得到，因為我會致力謀求共識，同埋有能力有效溝通。良心唔係淨係一種姿態，要表裏合一，言行一致。啱啱結束嘅區議會選舉，選民選嘅都係理性務實、真正為市民做事嘅人。嗰啲只識叫口號、搞對抗嘅人係會被淘汰嘅。我有信心今年嘅立法會補選，選民會理智選出一位坦誠堅定、真正為市民做事嘅人，且支持我4號葉劉淑儀。多謝。